好，来继续来看这件是这个月嫂啊，也就是月内子啊，涉嫌虐待小宝宝。桃园一个妈妈透过月内子啊平台，找到一个姓詹的太太，到厝内底帮忙做月内照顾小宝宝，结果是阴鬼入体。这个月内子啊，讲扇小宝宝的喙皮，搁真粗鲁来要害这个囡仔，害这个囡仔头壳受伤了。啊，经过查证，伊竟然是非法的义务，已经予警方函送侦办。红颜仔予月嫂抱咧，想袂到后一秒，月嫂竟然扇红颜仔喙皮。就已经抱着了，你还要怎样？对红颜仔细细念，月嫂一直甲伊的身躯害来害去，遮尔啊出力对待红颜仔，老母看了是真艰苦。当下问他说为什么要打他，然后他是说他看他脸上有棉絮之类的，所以他要把它拍掉。可是拍掉正常是这样拍，或是就是之类的，不会这样拍啦。根据了解，老母是透过月嫂平台找到一个占线月嫂，原本想讲伊经验丰富，想袂到伊竟然坐界对红颜仔起骹动手、扇喙皮，致使伊头壳乌青。经过相关单位查证，嘛确定这个月嫂是非法义务，相关会当开罚3万块。经查证明月嫂未取得居家式托育服务人员职业登记，我们已经在3月26日裁予罚款6000元。那如果审议决定行为人的行为确实有对而上有不当的话，那我们将会针对行为人进行处分，罚款的部分会有6万到60万元。暂时月嫂敢若虐待囡仔的事件，阁毋那安尼，即马阁有其他的老母出面指控，囡仔嘛是互暂时月嫂照顾，所以一直吐，怀疑互人饲不明的物件。他动作那时候一开始比较粗鲁或什么的，我们可能也就是先说服自己说他可能是因为比较专业，所以他照顾上比较没有我们就是可能一般的父母或新手父母这么的小心翼翼。目前相关的单位已经介入处理，警方已经把这个事件函送地检署侦办，希望司法会让予这的老母一个完整的交代。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